体的。则不无求于天地之间，阴阳之道，然不求之可也。故有之以身，不可也。盖以食衣物，身体家庭，何非道之所存？这道之所起，小的影片呢。由之而不知，是有伟人，而不知人道，岂非自暴弃者乎？故圣人忧之，而积极以教之。首先于以明所识，选择机解析度版本。以明所终。虽言之哎呀，一般的影片都是高解析度的，要用电脑萤幕录影啊，高解析度啊，但是档案小，档案量小，这样处理比较快。你看到这里不知道怎么做呢？不容